梦莹拜见父王。你可想通了？是。想通了什么？身为秦国公主，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坐享其成，岂能心安？寡人要你嫁与燕王，你可情愿？嫁与燕王，并不情愿。但若社稷需要联姻他国，孩儿义无反顾。到底还是寡人的女儿，与寡人心意相通。记得寡人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才13岁，双腿发抖，怕得不行，但依然义无反顾。织女莫过父，等你真正面临沙场的时候，你不会懦弱。难的就是决断的那一刻。你到燕国是要把寡人的眼睛、耳朵、手臂带到燕国去，寡人不会让你孤单。你与母国唇齿相依。要流泪，就在寡人面前流，千万不能让燕国人以为秦国女子软弱好欺。你是父王最为自豪的女儿。到了燕国以后，你要记住，你的背后还有父王，还有秦国。不管出了什么事，尽管派人送信回来。多谢父王。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王后确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当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息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指派臣妾照顾闵八子。闵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英殿，但臣妾对闵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闵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闵八子派给王后报信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鬼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交永祥县打20棍杖，来
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芈月怎样？芈爸的情况只怕不好。不知你们竟如此费尽心机，不择手段，只怕这胎儿有诈，是个妖孽。你信口开河，都污蔑王后。我曾想到你们会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们会下作到如此地步。好，芈月，算你硬气。可你就算是再硬气，也硬不过你身子里的蛊虫。我这儿有一个解药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即刻就可以给你。你若冥顽不化，那蛊虫自会给你教训。今日只是一开始，明日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痛楚日日倍增，定会让你知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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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姑母，咱们走。芈月咎由自取，等到明日，再往后日，他就会来苦苦哀求我们的。不当心！快把他捡起来！夫人，这我和武王后好心为批，芈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是，如何有权对嫔妃们颐指气使？大王并未下诏定王后之罪，谁敢说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势，只怕是不会再放过我了。皇兄，怎么样了？太医，大王怎么样了？大王此症既劳神，更既大喜大怒，请大王珍重。寡人睡了有多久了？3日了。3日。太子喝的，妻儿喝的。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们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宫事务，如今由谁来主持？由王后主持。王后尚在闭门思过，何人让她出来？是甘有祥。既不说要见秦王，亦不说不见秦王，言身体不适，事务繁忙。若稍有闲暇，亦与秦王杯酒言欢。那要拖到几时？拖一时算一时。若能拖到楚国与吴国结盟已定，秦王听闻必将遁走。倘若厚着脸皮求见大王，其生死荣辱，均已操于大王之手。众卿看呢？这个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为还是不见得好，省得麻烦。大王，臣也认为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善，那寡人
就依居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脱身体不适，避而不见。什么身体不适？明明是多次，他就用不着跟他多费口舌，定是有人给他定下了计谋。世间之物，多不可强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必非铜墙铁壁，你不妨与你的老友晋上再多走动。臣弟已赠予他财物，那晋上过他是典型的小人之才，给他好处向来是有一报还还一报。这种人正合寡人之意。晋上向来自负，善于钻营和游说，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，有着与其才华不相称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给他一颗大大的鱼饵，让他为寡人钓上楚国最大的鱼。再怎么说啊，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。这一眼望去啊，简直成了狄戎人天下了。敢想此话不妥。义渠在先会文王之时，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。此刻你张口胡人，闭口狄戎，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？紧急军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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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太后，公子华纠和公子轩、公子封和公子少官等8位公子，以奉会后之命为由，欲进逼咸阳，讨伐大王和太后。函谷关外的各国兵马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，蠢蠢欲动。有魏冉在，我不用担心函谷关。谋反公子的兵马离咸阳还有多远？公子封的兵马进展最快，离咸阳大约还有5日的路程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看该如何应对？照理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眼下咸阳空虚，实在兵力缺乏。是啊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来势汹汹，我秦军缺兵少粮。哎呀，这猛虎还挡不住群狼啊！臣以为，既然是群狼来犯，就该先击退领头狼。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，那是出名的狂妄自大，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虽说眼下咸阳空虚，但不该忘了，我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。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，忠诚于大王和太后，不如。可姑，你看他多好看呢！好看，跟我们月儿啊一般好看。月儿才要什么好看？我们月儿打扮打扮，比花还好看，是不是蓉儿？是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姐姐是淑女，黄歇哥哥是君子。你再敢胡说！女孩子家有人喜欢是好事儿。我们月儿手又巧，心又好，长得又漂亮。葵姑，这是个小冉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姑姑明日就给她送过去。诶，你在念什么呢？我在念《诗经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子歇，你什么来的？刚来。
你看着我干嘛？月儿好看，说胡话。月儿是好